来看起，伫1966年的嘉义市的富安宫，这是嘉义县东石迄代人起来要服侍这日本王爷的庙。到呾这庙内呢，还阁是保存到真特殊的建筑工艺。也毋过，其实因为早期这庙的产权是无登记互详细，所以有一寡土地是互法院家己拍卖去。即马庙方是真希望讲，这社会会当来倒骹手，互即间要60栋的庙会当伫地方继续落去。我来请走啊！原本用铁网仔砸起来庙埕，地主考虑到出入的安全，暂时拆掉，但是涂骹也是有写着私人土地的字。嘉义市的富安宫已经有1/4的庙地互人买去，已经影响到庙埕的使用，惊未来会有纠纷。庙方即马爱从大约250万才会当甲地买回来。算庙啦，啊是金炉啦，圆啊这吼，这甲拜殿这拢有影响到啦。啊，这边已经有法院拍卖去，用买去啊。诶，中间圆啊，这个信徒大家拢看到大家善心在电话，大家斗协作，大家这地我买倒转来安尼。嘉义市后野社区的富安宫内底服侍的日本王爷义爱宫，是嘉义县当初父老传民行煞来到嘉义市时带来的信仰文化。嘛，因为迄当阵对生活仰望，所以庙内底阁有一寡甲一般较无共的建筑工艺。啊，因为一般咱庙宇，咱即个工呢有带钱母，但是母的，吼，即只母会使是无带钱母啦。啊，为什么阮即队会带钱母？就是因为过去老爸爹来遮讨人，不管讲吼查甫查某，拢爱出去做，毋则有钱他维持咱即个家庭，维持咱这个生活。除了公母拢有带钱母的石狮以外，庙阁有用麻石仔甲铜线做的龙凤条。庙方讲，即间庙是后火车头小富罗聚落一个重要的信仰文化，希望透过社会各界的资源保护即间庙，互先人行刷到嘉义市的历史会当伫遮延续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